而家每個月都有一大班大陸優才專才落嚟香港，佢哋喺小紅書度揾緊一個值得跟嘅保險主管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佢哋基本上冇機會見到你哋團隊？講招募其實就係講印象同氣場。一個有銀行金融背景嘅優才喺小紅書、IG、抖音周圍 search， 見到有啲團隊成日有專業內容出現，團隊文化、成交故事、培訓畫面樣樣齊。佢第一個感覺就係呢個團隊有系統、有資源，跟咗應該有嘢學、有錢賺。如果你哋團隊喺網上係靜英英，冇乜存在感，嗰班優才就算同你擦身而過，都唔會知道有你哋呢個選擇。相反，如果你哋團隊喺7個平台都長期有計劃咁出現，喺市場眼中你唔再只係一個組經理，你會開始俾人當你係一個有品牌、有實力嘅組織老闆。要做到成隊人都咁有存在感，靠人手其實好難長期頂得順。保險王 AI 就係幫你將呢件事變到好簡單，每個同事3分鐘出一張專業宣傳圖，一次發佈3個平台，複製貼上，搞掂多4個。小紅書嗰邊仲會幫你就翻大陸人睇嘢嘅習慣，慢慢累積晒嗰啲優才喺你哋身上嘅信任感。你當係投資一隊球隊咁，個個隊員都有自己嘅個人品牌同曝光，成個團隊表現就係一種氣勢。如果你想實際睇下3分鐘點樣幫成個團隊喺市場上提升級數，而家掃下面個 QR code 去睇睇我為主管錄嘅嗰條實際操作示範片，你會好快知道邊啲團隊未來幾年會成為市場上最搶人嗰一批。